做乜嘅有啲地方嘅客家人係在中秋節期間做清明，你去老大家聊一下。客家人呢把掃木稱為掛枝，意思就係在木背、墳頭、後土放一張黃色嘅草紙，用石頭壓穩，意思也就係幫自身嘅基礎添新芽。咁做乜嘅掛枝唔係在清明節呢？有以下原因。第一，因為清明嘅時候，正係春耕嘅時候，比較忙，再加上三方四日，以前嘅日子係比較難嘅，冇乜嘅紙片。在中秋節秋收時，紙片豐富，呢呢也表示對自身嘅尊敬。第二原因源於中國古代春時秋收嘅祭祀傳統，在秋收時表達對自身嘅感恩和懷念，獻上古天嘅習俗。夜到知道係乜嘅原